各位聽眾朋友晚上好，歡迎收聽今日嘅 AI 日報，我係阿希。大家好，我係阿明。今日係2026年7月26號，星期日。繼續帶大家秒看過去24小時最重要嘅 AI 新聞。今日主題係 AI 由模型走向基建。Anthropic 出咗 Opus 5，主打平一半價錢但跑分拉近旗艦 Fable 5。國防 AI 公司 Anduril 傳緊融資到1000億美金估值，半年內翻3倍。同時，美國電網因為 AI 數據中心示範咗一個好危險嘅斷電事件。Meta 因為群眾反彈撤回咗智能眼鏡訂閱收費計劃。初創 Prentice 拎到1億美金想用 AI Agent 自動做辦公室文書，仲有圖書館開始開班教人 Avoiding AI。內容好豐富，第一條新聞入去。第一條係模型大新聞。TechCrunch 7月24號報道 ，Anthropic 出咗新模型 Claude Opus 5，定位係用 Opus 嘅價錢，逼近頂級 Fable 5嘅表現。輸入每100萬 token $5，輸出$25，係 Fable 5嘅一半。量子位7月25號亦都有詳細實測。我睇到 Opus 5喺 Frontier Bench V0.1 編程任務攞到 43.3%， 比 Fable 5嘅 33.7% 高咗一截。喺 ArcGIS 3測全新未見過嘅問題，攞到 30.2%， 係 GPT 5.6 數嘅 7.8% 嘅近4倍。冇錯，仲有一個重要觀察，博主 Victor M 試過要 Opus 5同 Fable 5都照住波音747公開數據重建一架 3D 模型。Fable 542分鐘交貨，但淨係用肉眼對圖對不對。Opus 5花咗71分鐘，但寫咗一個測量腳本，從渲染出嘅畫面提取翼展、機翼數略各等14項指標，逐項同波音747-400真實公差對照。即係 Fable 5追求快 ，Opus 5追求自己驗證自己。呢個勁喎，證明模型判斷力好咗，唔使靠人手檢查。對，呢個正係 Anthropic 一次內部更新嘅寫照。同一日，工程師 Derek 寫咗篇文章，講佢哋將 Claude Code 嘅系統提示詞刪咗超過80%，編碼評測成績反而冇跌。判斷力上嚟，過去靠規則硬倒嘅地方，全部可以放手交俾模型自己判斷。仲有一條小插曲，之前 Fable 5近乎變態嘅安全護欄令用家好頭痛，而今次 Opus 5觸發攔截嘅頻率比 Fable 5降咗約 85%。我嘅記憶點，呢個唔單止係新模型發佈，係行業嘅設計哲學，由規則堆出嚟嘅模型走向判斷力夠強，用最少規則嘅模型。呢個對未來6個月開發者體驗好重要。編碼 agent 可以放手做，而唔使每步都被護欄打斷。第二條係商業同戰略並重。TechCrunch 7月24號引述 Reuters， 國防 AI 公司 Anduril 正喺度傾緊新一輪融資，估值去到約1000億美金，比舊年同期多3倍。Anduril 即係 Palmer Luckey 創辦嗰間，佢做乜嘢產品？主要做無人機、自主武器、火控系統，仲有固體火箭馬達。目前已經簽咗美國國防部、空軍、陸軍、荷蘭國防部、北約、英國、波蘭等合約。2025年營收去到22億美金，比前年翻1倍。1000億美金估值，聽落誇張，即係同邊啲公司差不多？大約等於 SpaceX 上市首發嘅1%，但係純 AI 國防賽道。重點唔喺呢間公司本身，而喺成個行業。2026年頭6個月，國防科技 VC 融資比去年同期翻1倍，超過120億美金。舊年全年都係100億。仲有邊啲同業都喺度包？CODI 3月拎咗15億美金，估值升140%。Mag Industries 一個月估值翻4倍，去到18億。歐洲嘅 Helsing 7月拎咗18億美金，估值180億。共通點係由昂貴嘅軍備轉向可消耗、低成本嘅無人機同武器。我嘅記憶點 ，AI 軍事化已經由概念變成現金流。中東同東歐戰火直接推動需求 ，AI 軍備有真實生意。對未來1年，
國防 AI 會係甚至比生成式 AI 更火嘅賽道，但同時亦會引發更多倫理同監管爭論。第三條係基建安全警示。TechCrunch 7月25號報道，華盛頓特區外一條電線跌咗，平時電網只需幾秒就恢復，今次花咗超過10分鐘，因為超過 3GW 嘅數據中心同時切斷電源。3GW 即係有幾多？大約等於300萬戶家庭用電。呢個係 PJM 電網，覆蓋伊利諾伊到新澤西，6000萬個客戶，美國最大電網，總負載嘅大約3%。北維珍尼亞係全球數據中心最密集嘅地區，部分就喺 PJM 電網。一條電線跌咗，點解會令成班數據中心一齊斷？當電壓一跌，數據中心幾秒內就撤去後備電。越嚟越多數據中心撤走，負載跌得越快，電壓反而急升，燈膽閃爍，成個區都睇到。呢個係需求就降反而觸發震盪嘅骨牌效應。舊年都有類似事件，當時係 1.5GW， 今次係 3GW， 2年內翻倍。咁解決方法係乜？初創 Owen Energy 開發咗一個喺數據中心園區外面嘅電池同電力轉換系統，將成個數據中心隱藏喺電網視線之外，一個一致嘅負載，唔再峰值。電網過剩就充電，唔夠就放電。而家已經裝緊 3GW 嘅系統喺4個數據中心園區。ERCOT 已經要求大型負載要 ride through 中斷，而唔係立即斷。我嘅記憶點 AI 算力嘅安全性唔單止喺芯片同模型，喺電網。而家美國數據中心佔 PJM 負載6%，到2040年要升到24%。冇好設計嘅話，呢啲事件會越來越密。係一個我哋平時唔會睇到但已經喺度發生嘅隱形危機。第四條係商業同 agent 賽道。TechCrunch 7月24號報道，4月成立嘅 AI Lab Prentice 正傾緊1億美金融資，由 LinkedIn 創辦人 Reid Hoffman 同Zynga創辦人 Mark Pincus 一齊創立。Reid Hoffman 即係之前 OpenAI 早期投資者，6月先離開 Microsoft 董事會去搞 Manus，今個月又搞 Prentice， 佢真係好 busy 喎。仲有個低調嘅關鍵人物 CEO Ratan Gurdas 31歲，UC Berkeley 最年輕嘅大學獎牌得主，18歲就雙主修 Bioengineering 同 Chemical Biology， 之後喺 Oxbridge 攞 Master。佢喺2014年創立咗一間叫 Titan 嘅 Holding Company， 係舊式嘅 Berkshire Hathaway 模式，自己撐自己。Prentice 做咩 model？ 訓練自己一個叫 Hive 32B 嘅模型。學習辦公室員工點樣喺唔同文件同系統之間穿梭，目標係用 AI Agent 控制電腦去自動化呢啲任務。呢個模型喺 Windows Agent Arena 同 Screens 8v2 兩個電腦使用基準上，話自己勝過 OpenAI GPT 5.4同 Anthropic Claude Opus 4.6。佢哋賣嘅係乜嘢應用場景？例如做保險索賠、海關關稅退款流程，唔使員工逐張文件揾。而家已經簽咗高達5000萬美金合約，包括醫療管理服務、製造商、貨物同服裝生產商。投資文件預測第3季度年化運行率7500萬美金。我嘅記憶點，呢條印證我自己啱啱講嘅 agent 基建主題。note 一下 model 唔係大就贏，佢哋話自己細 model 慳10倍成本。AI 嘅最大應用可能唔喺編碼，而喺辦公室自動化。第5條係社會反應。TechCrunch 7月25號報道，美國圖書館開始舉辦 Avoiding AI Workshop， 反應空前熱烈。圖書館呢？同 AI 好似唔太夾喎。呢個正正係值得嘅地方。最先發起呢個 workshop 嘅係美洲 Bangor 公共圖書館嘅 Hannah Cyrus。佢話平時 self-help 班頂多12個人。第一次 Avoiding AI 要限到30人，仲要開候補名單。直播之後70人參加。個班教啲乜？1個鐘頭嘅課程，頭半先講解 AI Chatbot 同消費 AI 工具點樣運作，為乜有人會用，為乜有人選擇唔用。之後帶大家一步步去刪 Apple Intelligence、Gemini 等系統嘅 AI 功能。
賓州費城嘅 Charlie Bailey 仲喺個 Instagram post 拎咗2000個 like， 平時 post 淨係幾十個。即係市民真係覺得 AI 被強加喺佢哋身上。參加者仲會互相分享貼士，例如喺 Google Search 後面加 and 等於14就會刪咗 AI Search 結果。一個叫 Johnny 嘅參加者話，為咗買層樓已經好辛苦，2年後可能會有一個數據中心起喺你屋企隔籬。另一個叫 Gabrielle 嘅話，工作上 AI 不斷被推落喉嚨，每次見到都會念起環境。我嘅記憶點，呢個唔係反科技，係反強迫採用。科技選擇權變成為大眾議題，由圖書館呢個基層反過嚟推動，反映咗 AI 公司而家嘅產品策略同用家需求之間有鴻溝。未來出 AI 產品嘅公司需要諗下 avoidance user 呢個群體。第6條係產品同群眾壓力。The Verge 7月24號報道，Meta 暫停咗原定俾 Ray-Ban Meta 智能眼鏡 Conversation Focus 功能收$20月費嘅計劃。Conversation Focus 係做乜嘢嘅？係一個輔助聽力功能，喺嘈雜環境幫你聽清楚對方講乜。關鍵係呢個功能係喺眼鏡本地運行，唔需要雲端。本地運行又要收月費，即係變相為一個 feature 鎖死。係，呢個正正引發反彈嘅地方。Meta 發言人 Tyler 已確認佢哋聽到反饋，所以暫停咗訂閱測試。功能會喺佢哋嘅 Early Access Program 入面繼續免費俾早期測試者用，公司會慢慢諗住更好嘅方法。但 Meta 仲想收啲嘢費？係，已確認 Overtime 會有某啲 Premium 功能會做訂閱，呢個方向冇變，即係呢一次撤回，唔係放棄訂閱模式，係忍痛快快收返呢個 feature 嘅收費先。呢個同第5條 Avoiding AI 係同一個暗湧。大眾開始對 AI 公司嘅商業模式有戒心。對，我嘅記憶點，呢個印證咗一個道理，對消費者 AI 嚟講，最敏感嘅唔係功能本身，係收費方式對唔對得起個功能。AI 公司而家正喺度摸索月費 model 邊度可行邊度唔可行。智能眼鏡呢個 emerging category 仲喺早期，最忌打擊用家信任。撤回一次，無感而再試下個同類 feature。今日7月26號 AI 日報就到呢度。總結 Anthropic Opus 5揭示模型由規則驅動轉向判斷力驅動。Enduro 1000億美金估值標誌 AI 國防賽道現金化。AI 數據中心斷電事件揭示算力基建安全係隱形危機。Prentice 同 LinkedIn 創辦人簽1億美金想做辦公室自動化。圖書館 Avoiding AI 同 Meta 智能眼鏡設訂閱2條加埋，反映消費者對強迫採用 AI 開始反彈。主題可以濃縮，模型智能提升，基建壓力浮現，而由企業到消費者對 AI 嘅信任同接受度，正喺度重新協商。聽到呢度，如果有任何問題或者想深入了解邊條新聞，歡迎留言。我哋聽日再見。拜拜。